最殘酷嘅主持人李克勤、梁榮忠。全城盡興，殘酷一叮。歡迎晒大家收睇我哋今集嘅殘酷一叮嘅。歡迎晒，歡迎晒。誒，做咩事嘆氣啊？鐘仔，其實咧不知不覺間，我哋已經做到最後一集啦，所以今日真係有一啲唔係好捨得。我又何嘗唔係咧？我慣咗每個禮拜同樣時間咧，都喺呢度睇住殘酷一叮啊嘛！突然之間做完咗都唔知點算。全香港大禮拜話咧，即係有幾百萬人咧，每個禮拜六係睇我哋嘅節目，咁冇得睇咁點算呢？嚇？下個禮拜做一集翻叮先啦。咁翻叮之後咧，都仲有一集翻叮嘅。咁翻叮之後再翻叮，可以再做決賽嘅。咁決賽之後咧，都仲有一集咧，就係全球一叮嘅。咦，既然仲有咁多集，咁就唔使咁傷感住啦。係，咪就係啦。係，咁反而咁開心，我哋介紹跟住落嚟要出場嘅嘉賓啦。哇，呢個厲害啦！係呢個厲害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聽到人講咧，就話啲唔知邊個咧流住 TVB 嘅血嘅。係得你咁講啫。佢又唔單止流住 TVB 嘅血，仲流住 TVB 個頭添。咁厲害！佢個頭咧就包含咗 TVB 嗰3種顏色喺度嘅。咁啊，即刻請佢出嚟先啦！我哋有請李燦森。哇！喂，我睇你真係留住，我睇你咧唔單止有 TVB 嘅感覺喺裏邊，得唔得？仲好多其他，因為我見到咩色都有，3隻色嘅咋。係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俾掌聲佢啊！啊，燦森真係好厲害啊！係，真係我都好想留你個頭啊！係咪啊？係啊，真係留你個頭啊！真係。叮嗰時整啦。有冇睇過我哋嘅節目啊？睇過，點會未睇過啊？咁燦森今次上嚟咧，你叮人嘅準則係點樣先？越離譜嘅就越好。有咁誇得咁誇？係啊，最好就係冇 meaning 嘅啦。冇 meaning 嘅，冇 meaning 嘅，要好另類喎，好另類冇 meaning 係最好嘅。咁啊嚇，先我哋介紹啲有 meaning 嘅，你睇先。又得啫。聽講阿燦森嚟咗之後咧，我哋嘅獎品要加碼㗎。係交俾我哋嘅殘酷大使先。冇錯，今集嘅台主就有福利，因為咧台主仲可以額外得到由萬寧健康美容產品連鎖店送出嘅購物禮券，一樣都係每秒100蚊，仲可以得到好多好豐富嘅獎金獎品喎，其中就包括咗金至尊珠寶送出隨心鑽18K 玫瑰金戒指手鏈2合1鑽飾，總值144000蚊，同埋獎金4萬蚊；瑞士 Swiss Program 高級護膚品禮券總值40萬，同埋獎金125000蚊；香港榮華餅家送出嘉壽之牌臘腸券總值462000蚊。威馬牌家庭電器禮券總值714000蚊 ，Inchusnet 調麗皮鞋專門店禮券總值352000蚊，同埋獎金11萬；百思嬌麗寶水淨白礦泉面膜總值255000蚊，同埋獎金8萬蚊；翠月纖體送出豪華纖體水療組合禮券總值544000蚊，同埋獎金17萬。獎品係咪好吸引呢？但係花花碌碌嘅獎金一樣咁醒神，話明1秒100，冇花冇假。正所謂成億銀紙喺我手，夠膽你就嚟攞走。殘酷一叮絕冇運叮，秒秒獎金等住你拎。另外台主仲可以得到健康美容產品連鎖店購物禮券，一樣係1秒100，任你立。好，你有請台主。婚紗中背影雙雙入去，走進蜜月甜夢裏。我但願前事跟他遠去，讓我心中安靜如水。雖然咧老老實實。燦森我就唔好明白佢嗰個魔術嗰個系統係點樣，點樣運作嘅咧？其實係我都唔係好知。符合咗你頭先講嗰個冇 meaning 嗰個。係喎。嗱呢個時候咧，希哥麻煩你上翻呢一個台主寶座先啦，即係佢壓軸嘅。係啊，梗係啦，睇晒所有參賽者之後先出嚟噶嘛。好，我等你。好，我哋而家馬上開始我哋今晚嘅節目啦，好冇？好。鐘姐，第一位參賽者咧，要略略介一介紹先，我驚大家誤會啊，誤會咗啲對有啲誤解我嘅。係首先咧係一個男仔嚟嘅。哦，係啦，即係無論佢一陣用咩類型嘅表演或者咩嘅聲線都好咧，大家要記住佢係一個男仔嚟。但係佢唱一隻女仔歌喎。係啦，哇，男仔唱女仔 key 喎，有啲難度嘅喎，其實。好難。聽，好難嘅喎。好，即刻叫佢出嚟先。好，我個名叫翁偉彤，今日唱嘅歌係想得太遠。大概1秒啫喎，我未叮過，我想試下嗰種嘅，唔好意思。你唔好嚇親人啦，燦森啊！哎呀，緊張，我試下點樣敲啊！好，
重新嚟過，忘記咗佢好冇？我以為破紀錄添，1秒，真係唔關你事，我真係想試下個鐘啫，點樣考？你試咗未啊？使唔使再試啊？好，OK，好嚟。大概這算是迷戀，這路程的幾分鐘真是太短。大概你都想去後樂園，卻怕孤單一個人兜圈。誰人在挑選如何被挑選？有個結識怎麼相戀？為何做到那麼近，卻想得這樣遠？人我為何會流轉？若幸運一點一早找到你，但幸運可否擔保得到你？咪先，你啲係咪真嘅先？驚佢跌落台啊！再咁樣打落去。OK，係咯，其實你係學空手道定體操嘅咧？小學就學體操，依家中學去嗰啲社區中心學空手道咯。點解你唔將空手道擺落呢首歌咧？唔係咁夾呢首歌。但我亦都唔見得頭先體操好夾喎。其實你仲有冇其他嘢諗住喺後邊想做但係未做㗎？冇乜嘅啦。冇乜㗎啦。哦，係咯，我淨係見到你冇乜，所以就差唔多啦，我都覺得。唔該你。我哋而家唱首歌，句康定情歌，句曾嘉嘉，句曾露露，句曾婷婷。好啦，可以開始㗎啦。真係唔係好識得欣賞呢一對組合，但係佢哋係每一句最尾個字個音都係走走地嘅喎。係啦，我想問下你哋係邊一個係家姐啊？我家姐。你係早幾多分鐘出世啊？1999年。早1999年，你係三胞胎嘛？係咪？咁你知唔知道你係早你嘅妹妹幾多時間出世啊？知。邊個係二家姐啊？我估下。我係。係啊，咁嗰個就一定係妹妹啦。你哋係咪由澳門嚟㗎？係啊。咁你哋係識講葡文㗎？係。咁葡文嘅殘酷一丁點樣講啊？唔識。好齊，好齊佢答得。早晨點講啊？早晨點講啊？葡文。快啲啊！快啲啊！晚安。快啲啊！快啲啊！佢叫你快啲啊！咁樣早唞咧？慢啲啊！好啦，唔該曬你。Thank you。係，我係湯炳榮。表演歌曲係劉德華嘅《忘情水》。無言傳受情意樣，身不由己在天邊，才明白愛很清楚，最慘最痛是後悔。如果你不牽心碎，你不會懂得我傷悲。當我眼睛有淚，被問我是為誰，就讓我忘了這一切。給我一杯忘情水，我也不流淚。你係咪慣咗一路唱歌，你一路咁樣行嚟行去㗎？你係咪平時行街都係咁嘅咧？定還是你係一路行街一路練歌㗎？你好自然。係一路行街練歌。你呢個一路行住嚟唱係你其中之一個表演方式啊？係變方式。或者特登一路行一路唱嘅？我仲未做其他嘢。哦，係咩？係咩做其他嘢嘅咩？有啲冇補報嘅。哦，係咩？係咩？唱到邊度會有㗎？中間就嚟㗎，嚟㗎。好，我哋副歌嚟，副歌嚟嚇。好。給我一杯忘情水，我也不流淚。所有真心真意，讓它一浪風吹，付出的愛收不回，就算我會下垂。你想點啊，方生？唔係啊，嗰啲係我自創嘅舞步，有啲好明顯係你自創啦，睇得出。我自己都冇睇過。我諗你唔好睇翻。OK。唔係點解呢一個係咩意思啊？咁
金字塔。金字塔啊？唔係，即係喺個類似係祈禱咁意思。哦，即係祈求。你唔講真係俾你一杯忘情水。好，唔該晒你。Thank you，湯生。節目獎金獎品非常豐富，其中包括日本 Yumi 高級美白護膚系列禮券總值352000蚊，同埋獎金11萬；金之福珠寶送出愛自己系列18K 白金鑽石頸鏈同埋名貴禮品，總值856000蚊；FX Creation 時款流行袋禮券總值714000蚊；泰國寶貝之優秀系列產品禮券總值16萬，同埋獎金5萬蚊；景田百歲山礦泉水總值352000蚊，同埋獎金11萬；樂火宮婚紗影城送出豪華攝影禮券總值352000蚊，同埋獎金11萬；莎莎化妝品送出瑞士高級護膚品禮券總值544000蚊，同埋獎金17萬。呢個牽埋眼，你真係以為劉德華嚟咗？係比劉德華更劉德華嘅。好，我哋又聽聽。大家好，我係嚟自廣州嘅孫作。今日咧，我帶俾大家嘅歌係練習。咁咧，其實我本身都好中意劉德華嘅。咁啊，大家可以試下眯埋雙眼，聽下我唱得似唔似佢啊？如果留下多一秒鐘，可以減少明天想你的痛，我會願意放下所有，交換任何一絲絲可能的佔有。只剩一杯沙漏，眼睜睜看着一幕幕甜蜜不會再有，原本平凡無奇的擁有，到現在竟像是無助的奢求。我已開始練習，開始慢慢着急，着急這世界沒有你，已經眼淚說不哭泣，但倒數計時的愛該怎麼繼續？開頭嗰陣時咧，就確實真係好似，我嘗試瞌埋隻眼去聽，真係好似。除咗阿劉德華之外咧，仲可以扮周華健啊、郭富城咁樣嘅。周華健啊，好啊。我的心痛痛痛進心裡，我的眼淚流不停，從新山流到新加坡家裡，老天還在下着雨。周華健我都得喎，不如我試下。你係咪真係得㗎？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啊！一句話，一輩子，一生情，一杯酒啊！好，到你啦！可唔可以唱張學友先？吻下來，呼出去，這吻別似苦水。呢個唔得，呢個唔得，呢個好問啊！呢個。好，下一個係咩話？郭富城。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面對你背對你都痛。扮咗劉德華，扮咗郭富城、張學友，你冇理由唔扮黎明㗎。你這剎那在何方？我有說話未曾講，如何才能面對？叫愛永不斷自強。好，呢個都係劉德華唱黎明啊。係。好，唔該你先，唔該晒你，聽埋呢一個先。Hello， 我係溫秀芝，今日帶嚟容祖兒嘅歌《心病》。相逢也值得，猶如創傷假期，悠然停下細味，失戀的過渡期，想想我自己，如何能沒了期，憑心痛紀念你，過去沒法抽離，從此應該斷尾，不該推三推四，這失戀逃避，誰沒有，那個也並不會死，仍然剩下病假有幾晚，要復原為何會這麼慢，懷念你定了時限。
其實呢一套嘢係咪自己度出嚟嘅咧？係啊，自編自導自演。其實你係想表達啲乜嘢咧？呢首歌係心病啊嘛，咁所以我就做咗一套，即係唔係做嘅其實，咁啊揾咗件睡衣，咁如果有病通常都會喺屋企瞓覺嘅，咁通常失戀嘅人咧，通常都會放幾日假，我覺得。你講一次心病聽下。心病。心病。心病。病。病。心病。心病。我同阿鐘仔冇乜幾可做呢個 TVB 週刊嘅封面嘅，你仲走去掟我哋嗰個封面。係啊，我諗住揾你哋簽名嘅，所以先帶嚟嘅。我咁捧場。呢一期咧最近喺網上俾人炒賣㗎。係咩？賣到幾錢啊？真係已經唔係錢嘅問題啦，已經係冇貨啊！好啦，唔該晒你嚇。睇下先。大家好，我係蔡藝彤。其實丁人同做善事一樣，豐儉由人，快慢亦都由人嘅啫，黑勤。雖然我並唔係 TVB 嘅成員，但我仍然非常尊重陸叔，所以我希望可以唱到6分鐘。去錯誤你的身上吧，你不罵而論這個新聞差不多一米光線，我就只好圍着他，咱們不安定嘅家鄉，極度的夜晚，有一種達到迷離的想着的慘，深色許願三勾一個畫面，認真夢的臉頰掉落成人間，模糊又重現，成員當中盡量都都手語聲音，才會覺得莫辨。想法，最後用50道壁畫，我一個人在家過這些插花。Welcome stop。一直一撒氣，煙火浪漫地有一種神秘，離奇的空氣，一直一撒氣，黑夜裡突襲，去光機，煙霧到霧氣，一直一撒氣，人生的無語也是當過去，就是唯一，一直一撒氣，你身在這地要忘記什麼是自己。幾有信心啊！即係見到個時間贏咗。嗱，我知道你阿燦森咧，其實都係一個歌手嚟嘅。你對於呢一類 rap 嘅歌，或者有呢個咁嘅感覺、節奏感強嘅歌，我諗你可以。其實係有難度嘅呢啲歌。當然啦，當然。有難度，同埋佢仲要打住籃球咧，呢下嘢咧，我覺得贏。周杰倫都係企度唱嘅啫嘛，都冇到咁多呢啲咁嘅。結果就出咗嚟啦，就係嚟自廣州嘅朋友61秒暫時勝出，請你出嚟先啊！係啊，蔡小姐。嗱咁啊，至於你能唔能夠勝出咧，暫時就未知，要睇埋阿台主啊！睇下你嘅表現係點樣咯，有冇信心啊？5波啦！請阿台主上嚟表演一下先，好唔好啊？OK。好。发是情动，情动中后，隐形抓不通，一时嘅冲出魂我，幻意情难忘，心情冇得咁，小事嘅都係必紅，係紅我情潮意翁在錯亂先夢夢，為每輕會傷過熱淚。你想點啊？莫每陣中有要相思，念你心意時，你兩相依。得啦，唔使檢查啦，快啲上去。得啦，快啲上去。你唔好揼波鐘啊！南西不念野路，情意心間記，無淚歸中雙相隨。愁雲盡散，心已若知碎。79秒。佢呢一招真係我覺得嚇。你話佢係咪唱得好好咧？咁又唔係話真係特別好。你話佢係咪嗰個表演真係好到誇啦啦咧？咁我又未覺得係。但係唔覺咁啊，79秒。佢一個魔力。咁啊，究竟邊一位可以最後成為我哋
最後一屆嘅台主咧？79秒啊！希哥，希哥，有請！哇！厲害啦，兩集加埋一共係攞到15100蚊嘅獎金啦。咁另外今集可以再攞多9萬蚊嘅獎品，兼且79秒可以攞到一個健康美容產品連鎖店嘅購物禮券7900蚊嘅。今日咁多個參賽單位呢，每人都可以攞到1萬蚊嘅獎品嘅。兼且而家麻煩燦森呢，再揀一個俾多份嘉賓賞識大獎，送多1萬蚊嘅獎品俾佢嘅。我揀三姊妹，因為咧，我覺得佢咧年紀細細有呢個膽量咧，出嚟表演係好難嘅。言歸正傳啦，喺呢個時候，因為今日咧我哋係最後一集嘅初賽啊，咁換言之咧就暫時未有機會俾家庭觀眾咧進行呢個翻叮嘅，所以今日咧就麻煩現場咁多位朋友咧，就喺我哋咁多個參賽單位裏邊咧，就馬上翻叮一個出嚟，進入我哋下個禮拜嘅翻叮龍虎榜。究竟今晚6組嘅落敗參賽者入邊，邊組可以即場翻叮成功呢？結果係由無論扮劉德華定係郭富城都非常神似嘅孫壯即場翻叮成功，睇嚟扮聲唱歌真係幾殺食㗎喎。至於上一集嘅翻叮龍虎榜，帶埋狗仔塔斯上嚟比賽嘅高添宇，最後翻叮成功，成為最後一位可以參加翻叮比賽嘅參賽者。而上集無線互動 GIV 嘅得獎者分別係呢兩位，我哋會有專人聯絡你哋嚟領獎。燦森見參賽者當炳榮頭先喺台度行得咁開心，就叫佢試下邊行邊飛吻。黑強見佢咁抵得諗，結果喺比賽完晒之後都加秒數俾佢。咁啊，下個禮拜翻叮嘅時候再見啦！今日再一次唔該晒燦森 ，thank you，thank you 各位。全城盡興，殘紅一叮。跟住落嚟係雙語廣播，迪士尼樂園奇妙世界，海底奇兵。